今次嘅設計分享主題係鑽石廳。呢個位於嘉湖山莊嘅單位原本係冇玄關嘅，為咗避免一開門就見到屋裏邊嘅情況，喺大門前加設咗一個雙面高身鞋櫃，區隔出玄關空間。而且部分櫃身係空格設計，可以俾陽光透入去玄關位置。大門旁邊係一個多用途嘅高身儲物櫃，加設咗 cushion 位，出街前可以坐低做鞋用。設計同玄關櫃一致，以唔同深淺度嘅木色為主，營造奶油風格。再加上湖邊設計，凸顯柔和感覺。為咗解決鑽石廳擺放電視同埋梳化問題，其中一個辦法就係將三尖八角嘅地方縮細，而縮細咗嘅空間就更加容易利用。設計師喺梳化背後做咗一個同電視牆平衡嘅半腰間隔，咁樣梳化同埋電視牆就形成咗一個正方嘅空間。而半腰間隔後面三尖八角嘅空間就可以變成一個小朋友嘅圖書角，而當小朋友長大唔需要嘅時候，可以拆除替換一個半腰櫃。另外，電視牆地櫃伸延到玄關櫃，形成一個連接，可以擴大客廳視線範圍。飯廳嘅一個兩節式高身櫃，上組櫃係白色，下組櫃係淺木色，同樣係湖邊設計，帶出奶油風格。中間留空嘅位置可以擺放小家電。靠牆嘅餐椅係一個儲物式嘅卡座，可以增加飯廳嘅收納量同埋節省位置。如果大家鍾意我哋嘅設計分享，可以留言話俾我哋知。最後大家記得讚好同訂閱我哋嘅 channel啊！